話107方送咗成40幾個方，而且係南北對流雙露台啊！咁我哋而家快啲去揭秘一下佢107方送咗咁多面積，究竟有啲咩魅力嚇？咁入戶咧嗱，子母門豪宅標配啦。咁呢邊嘅話咧，可以見到大金嘅中央空調，隔離仲有埋華為嘅全屋智能家居。喂，校標都夠晒高端喎！呢個廚房上下廚頂櫃，包括我哋嘅廚房3件套，都係用呢個西門子嘅。咁校標嚟講咧，確實係幾高㗎啊！咁呢個107方嘅客廳中規中矩啦，3.8米嘅開間，主陽台朝南，南北對流。客廳嘅話唔大唔細，夠使用。嚟，攝影師跟住走，我哋去睇下佢啲房間嘅展現。房間嘅話都係中規中矩，唔係話好大，但係都夠用。咁呢邊嘅話有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主人房嘅話咧就好大㗎啦，基本上去到20幾個方，帶埋多一個主套，而且嘅話全部都係轉角嘅落地飄窗啊！呢個主人房嘅景觀視野非常之哇塞。咁重點係咧，主人房過到嚟，仲有一個40幾方嘅大套間，南北對流雙陽台，呢個位置你攞嚟做乜都得啦，係咪先？哇！呢種感覺邊有咁多地方送咁多面積俾你㗎？呢個開發商做乜嘢啊佢？嗱，呢邊嘅話咧就係珠海啦，隔離就係珠海中心、香洲中心啦。嗱，過到去都係一路之隔，配套嚟講咧都非常之成熟㗎啦。咁呢邊嘅配套設施咧都好齊㗎啦，落樓超市、食肆、菜市場呢啲嘢全部有齊晒，隔離仲有3個書包添。咁呢邊咧一路之隔就到珠海嘅香洲區，亦即係市中心，9公里啊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啊，翻去香港、澳門咧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5公里就可以去到珠海嘅華發商都啦，一路之隔就係珠海啦。OK 啦，對呢度有興趣嘅喺評論區留低3個落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